依家朝早繼續同大家跟進一單民生新聞。喺新斯科舍省嘅達特茅斯，有一對老人家表示，佢哋正經歷一場財務噩夢，因為佢哋嘅租務糾紛仲喺等緊省租務委員會嘅聆訊。事緣呢對老人家話，佢哋租住嘅單位出現咗嚴重嘅維修問題，包括漏水、發廵等等。佢哋多次向業主反映，但係業主一直冇積極處理。最後老人家決定唔交租，希望迫使業主正視問題。不過業主就向租務委員會提出驅逐申請，話佢哋拖欠租金。依家雙方都喺度等緊租務委員會嘅裁決。呢件事引起咗唔少人嘅關注，尤其係其他租客。有評論員指出，類似嘅租務糾紛喺新斯科舍省並唔罕見。一方面租金不斷上升，令到唔少人難以負擔；另一方面業主維修物業嘅意願似乎唔高。根據最新數據顯示，新斯科舍省嘅平均租金已經達到每月1500蚊加幣，比去年同期上升咗8%。與此同時，省政府收到嘅租務糾紛投訴亦都增加咗15%。有倡議團體呼籲政府介入，加強對業主嘅監管，同時提供更多嘅租務支援俾有需要嘅人士。佢哋認為政府應該制定更明確嘅法規，保障租客嘅權益，避免類似嘅悲劇再次發生。而家呢對老人家嘅案件仲喺等緊聆訊，結果如何，我哋會繼續為大家跟進，希望佢哋可以早日解決問題，安享晚年。好，以下係一段約90秒嘅粵語新聞稿。各位聽眾，早晨、晏晝、夜晚。加拿大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係持續緊張。阿伯達省省長 Daniel Smith 近排嘅舉動就引起唔少關注。一方面 Smith 似乎扮演住一個好警察嘅角色，強調加拿大嘅團結。佢話下屆加拿大總理需要修補喺阿伯達省造成嘅損害，但另一方面佢又被指玩控分離主義，暗示阿伯達省有可能脫離加拿大。有評論員就認為 Smith 威脅要吞併其他地區只係一種轉移視線嘅手段。一封公開信就話 Smith 要求血太華放棄佢哋意識形態化嘅氣候政策，呢個要求係喺一個右翼峰會上面提出嘅。Smith 嘅舉動令到加拿大聯邦政府處於一個兩難嘅局面。聯邦政府一方面要維護國家嘅統一，另一方面又要回應各省嘅訴求。呢個問題嘅解決將會直接影響加拿大嘅未來發展方向。分析認為 Smith 嘅策略可能係想喺同聯邦政府嘅談判入面攞到更多籌碼，尤其喺能源政策方面。阿伯達省作為加拿大嘅主要能源產地，喺聯邦政府嘅氣候政策入面一直感受到壓力。至於 Smith 嘅最終目的係咩，以及佢嘅策略會唔會成功，我哋會繼續關注。各位聽眾早晨，繼續跟進翻交通消息。今朝喺士嘉堡401高速公路發生一單涉及一架車嘅交通意外，造成1死2傷。根據現場消息，一架 SUV 喺高速公路上面失事翻落路邊嘅溝渠，警方證實司機當場死亡，死者係嚟自皮克靈嘅居民。另外有2名乘客身受重傷，已經即刻送往醫院搶救。由於意外現場需要清理同埋調查，401高速公路嘅部分路段一度封閉，導致交通擠塞。警方呼籲各位駕駛人士，如果經過事發地點，請保持耐心，小心駕駛，預留更多時間。至於意外嘅具體原因，警方仲喺調查緊，暫時未有進一步消息公布。我哋會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為大家提供最新嘅資訊。好，以下係一段約莫90秒嘅粵語新聞稿。各位聽眾，早晨。加拿大賓斷市發生懷疑縱火案，皮爾區警方喺舊年7月1日嘅相片顯示，尋晚凌晨，消防人員接報喺巴弗里奇經 Buffridge Trail 同克雷斯特克文路 Crestefan Road 附近發現3架拖車起火。警方發言人喺星期2嘅電郵聲明表示，警員喺凌晨1點之前發現2架車首先着火，目前警方正調查案件，暫時未清楚起火原因以及有無人受傷。警方呼籲任何目擊者或者有相關資訊嘅人士，盡快同皮爾區警方聯絡，協助調查呢單拖車縱火案，再次引起公眾對汽車行業潛在犯罪活動嘅關注。警方會加緊巡邏，確保市民嘅安全。我哋會繼續關注事態發展，為大家提供最新消息。好，以下係一段約莫60秒嘅粵語新聞稿。多倫多市府人員最近做咗份調查，發現接近1/3嘅多倫多商戶預計，因為美國關稅嘅影響，佢哋要裁員。呢個數字反映咗關稅政策對本地經濟嘅潛在衝擊。雖然調查冇具體講明會裁幾多人，但係咁多商戶預期要縮減人手，都值得大家關注。尤其係而家朝早返工繁忙時間，
好多打工仔都憂心飯碗問題，而加拿大地標，例如2016年6月21日影嘅 CN Tower， 更加成為大家嘅集體回憶，提醒我哋經濟穩定至關重要。政府同商界點樣合作應對挑戰，保障就業機會，會係未來一段時間嘅焦點。好，各位聽眾早晨，嚟關心下加拿大嘅最新消息。話說加拿大 Universal Ostrich 養搬鳥嘅農場，早前因為禽流感問題，被加拿大食品檢驗局要求撲殺大約400隻搬鳥。呢單嘢引起咗唔少關注，農場方面就即刻提出上訴，希望可以暫緩執行。最新消息顯示，聯邦法官啱啱裁定，暫時延遲撲殺令嘅執行，等法庭可以進一步審理撲殺令嘅合理性。換句話講，嗰400隻搬鳥暫時唔使被撲殺，可以鬆一口氣。案件嘅起因係喺舊年12月驗出農場嘅搬鳥有 H1N1 型禽流感病毒，加拿大食品檢驗局喺今年2月正式發出撲殺令，而家法庭決定暫緩執行，意味住農場可以有更多時間去證明佢哋嘅搬鳥群係安全嘅。案件嘅後續發展我哋會繼續密切關注。講下香港新聞先。各位聽眾早晨，嚟到今日嘅新聞焦點，一單涉及保險詐騙嘅案件有新進展。一名34歲嘅前保險公司男經理被指透過揾人投保險代理同埋提供虛假資料申請保險，詐騙公司佣金等等，總共超過110萬蚊。而佢嘅3名下線就協助處理呢啲款項。呢4個人今日4月15日喺區域法院承認欺詐罪等等，總共12項罪名。控方指出呢單案件涉及違反誠信。法官練錦鴻問道，辯方都同意呢個觀點，檢官決定將案件押後到6月11號判刑，所有被告需要還押等候判決。咁就係今日早上嘅新聞重點，希望大家有個順利嘅一日。各位聽眾早晨，世界互聯網大會亞太峰會今日繼續喺會展舉行，有唔少內地科企都話想利用香港拓展海外生意。專注空間智能嘅群力科技品牌公關經理張曉慶表示，透過今次峰會，了解到香港喺人工智能方面嘅配套唔錯，未來可能會嚟香港設立辦公室，開拓日韓同北美市場。已經喺香港上市嘅內地科企百望股份就話，比起其他城市或者國家，香港感覺更加熟悉，所以揀嚟香港發展國際業務。各位聽眾早晨，繼續關注翻彩票消息。香港賽馬會宣布，復活節金多寶攪珠將會喺禮拜六19號晚間9點半舉行。今次金多寶獎金高達3800萬，如果用10蚊一注獨中頭獎，估計頭獎基金有機會高達5000萬。馬會表示，呢期金多寶將會喺今晚攪珠之後，喺各個場外投注處電話投注，包括1886電話投注自動服務系統同埋數碼平台發售。截止售票時間係攪珠日，即係19號嘅晚上9點15分。聽眾早晨，繼續跟進一單新聞，被指係香港獨立黨主席嘅葡萄牙籍教師黃能聰，因為涉嫌鼓吹外國派兵入侵香港，舊年承認違反港區國安法嘅串謀煽動分裂國家罪，判監5年。佢唔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庭今日4月15日頒布判詞，指出串謀罪嘅量刑相關法律應該喺國安法嘅框架下運作。上訴庭亦都質疑早前嘅初選案裁定了需強制套用國安法判刑框架，並冇充分考慮國安法同本地法律嘅銜接原則。最終上訴庭駁回黃能聰嘅上訴，維持原判，繼續坐監5年。以下係多倫多天氣。早晨，多倫多嘅天氣消息，依家氣溫攝氏8.2度，局部多雲，氣壓99.8千塔斯卡，濕度62%，吹西風，風速每小時24公里，空氣質素3，暫時未有天氣警告。今日稍後會有幾陣雨，最高氣溫10度，但係晏晝會跌到零上4度。今日朝早開始多雲，會有幾陣雨，風勢轉強，西風每小時40公里，陣風最高60公里，紫外線指數2，屬於低。好，今日嘅新聞就到呢度，祝大家有個愉快嘅一日。